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到48节，创世纪17章1到27节，希伯来书13章1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欢喜。现代人时常喜欢说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想一想，大概如果亚当活在现在的话，他应该会很喜欢说这一句话吧。当他在吃下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，他就可以大声的跟上帝说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可惜当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流行语词。其实上帝只是要他好好做事，可是他连自己该做的本务都做不好，却还想要更上一层楼，做更大的事，跟上帝一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。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并不能把它分类成追求上帝的智慧。其实他们想要的是要扮演上帝，和上帝一样有那个审判 judge 的权柄。在伦理上讨论的基础呢，就是奠基在这样的一个思考上面。我们要追求的是扮演上帝 play God， 或是去让上帝欢喜 please God。 对基督信仰者来说，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有子嗣，要成为大国，更要得到一大片的土地。从人的眼光来说，是完全的不可能。特别这个应许从亚伯拉罕75岁开始，到了今天的经文99岁，都还没有实践。他的太太呢，也89岁了。套句台湾话这样说了哈，有影还是没影呢？有影是没影呢哈？就是还没有看到个影子嘛。上帝又不让撒来的婢女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来承接，也不让仆人的儿子以利以谢来继承。对亚伯拉罕来说，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为难的事情。上帝特别又都差遣使者来说预言。圣经记载说，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上主向他显现，说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要顺服我，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。我要与你立约，使你有许多子孙。亚伯兰俯伏在地上，上帝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约是这样子的，你要做许多民族的祖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不再叫做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立你做许多民族之父。我要赐给你许许多多的子孙，他们的数目足够组成好些国家，他们当中会出一些君王。我要坚守我与你和你世世代代子孙立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我要做你和你子子孙孙的上帝。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，
这迦南地要成为你子孙永远的产业，我也要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必须坚守我的约，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要坚守，你们当中的男子都要必须接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的约，你们必须遵守。从现在起，你们所有的男婴，包括那一些你们家里出生的向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在出生的第8天都必须接受割礼，以此作为我与你们的立约的记号。你们的家里每一个男子都必须接受割礼，留在肉体上的这个记号，表示我与你们立了永远的约。不受割礼的男子必须从我的子民中除名，因为他没有坚守我的约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可再叫你的妻子撒来，他的名字要改为撒拉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使他生了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使他成为万国的母亲。他的后代将出君王。这难怪亚伯拉罕会怀疑呀。这个应许总是说说而已，已经说了25年，却仍然只有上帝口中的应许。曾经记载了亚伯拉罕的问题，他的反应说，亚伯拉罕匍匐在地窃笑，自言自语，100岁的老人还能够有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孩子吗？他向上帝说，就让以实玛利做我的继承人吧。但是上帝说，不，你的妻子撒拉一定要为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以撒。我要向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坚守我的约。这是永远的约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听你的要求，我要赐福给他，使他子孙繁多，代代相传。他要做12个酋长的父亲，我要使他的后代成为大国。但是我要向你的儿子以撒坚守我的约。明年这个时候，撒拉会生下以撒。亚伯拉罕为何会被称为义人？在希伯来书又称他为信心之父。因为呢，即便是心里充满了疑问，但是亚伯拉罕却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。圣经记载说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完这些话，就离开他升天去了。就在那一天，亚伯拉罕遵照了上帝的命令，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那些家里出生的和这个买来的奴隶，都施行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是99岁，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是13岁。他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那一些家里出生和向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都在同一天跟他一起守割礼。如同亚伯拉罕劝勉基督徒在生活上要活出见证，要彼此相爱，
要接待出外人，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上帝的使者，而我们却不经意的当中接待了他们。就如同亚伯拉罕的热心一样，他接待了3位出外人，但是事实上他们就是上帝的使者，将上帝赐福应许赐给接待他的人亚伯拉罕一家，因为他们所做的就是让上帝欢喜的事，他们遵守命令，尽心尽力的爱主，也爱人如己。希伯来书的教导非常的清楚，告诉基督徒，你们要常有手足相爱之情，要接待异乡人到你们家中。曾经有人这样做，竟在无意当中接待了天使。要记得那一些坐牢的人，好像你们也跟他们一样一起坐牢。要记得那一些在患难中的人，好像你们也在患难中一样。人人应该尊重婚姻的关系，夫妻必须忠实相待。上帝要审判放荡和淫乱的人，不要贪慕钱财，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。因为上帝说过，我永不离开你们，永不丢弃你们。有这样的劝勉基督徒说，我们应该凭借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，献给上帝，就是用我们的嘴唇来宣认他的名，不可忘记行善和帮助别人，因为这样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是的，基督徒应该是为主而做，尽心尽力而做，为了让上帝得到荣耀，让上帝欢喜而做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我就能够回答侮辱我的人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话。求你使我能够时时讲述真理，因为我的希望在乎你的法则。我要继续遵行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地生活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。我要向君王宣读你的命令，我不以此为耻。我以遵守你的命令为乐，因为我喜爱它，我尊重并喜爱你的诫命。我要思想你的教诲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仆人，有机会来服侍你，也透过你的诫命让我们来爱人如己，是为你而做，是为荣耀你的圣名而做，使你欢喜而做，让你能够称我们为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